重講咯，我哋係快樂嘅動物，耶！紅菇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就是電視上有一隻好大的猴子在抓人呢。行哥，呢隻係會當槍哦，係會企到睇了蛋糕戲哦。係啊，佢唔係係會啦，佢係太神神，佢嘅名係按到 King Kong 啦。King Kong，係金剛。哦，金剛，跟金剛老猴誒有什麼不一樣呢？等一下啊，看呀，有啲嘢呀，呀係金剛，呀真係猴誒。安詳記，那還有什麼動物呢？好，等一下呀，來看。江江，哇，老虎誒！哇，長頸鹿！安詳記，我好想去動物園哦。哎呀，走唔得，動物園當然呢。我有睇人帶張做得去。可是我好想看猴子、老虎，還有長頸鹿啊！我想到咧！乜嘅啊？你要去搞裏邊動物園啊？我要裏邊啊！做動物園好嘅啊！咕，是個最厲害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 了嘞！動物園做乜解冇通風呢？嘅草兒，夾到來睇書。最勇敢嘅給草兒，一天不完成廿個任務。冇通風，好，靠哪個？重講落嘅面學誒，做得嚟搞動物園嘅遊戲了。好做蘿蔔。做唔得，你當猴子，我當老虎。哇！唔做，唔做重講咯，
俺将自己做黑位，俺张做得做老虎。无爱，俺张袂做黑位呐。俺黑老虎，泰哥。我才是！哇，我袂做黑位，通盘莫吵的啦。俺来出车咩结天？当然，好，呀哈，一三年一支签，地方有黑位、老虎，还有长江乐。万年出道就要做几只通本啦。好，做唔得小你。俺出道老虎，我黑黑喂，耶！俺黑长江乐，西姑诶黑黑喂，太姑诶黑老虎，俺黑长江乐。好嘞，俺做得开始搞了。俺黑老虎，哎呦，俺主动黑喂啦，江江，俺黑长江乐。黑喂好，黑喂脏，黑喂体面，张唔黑嘞，老虎怎会体面啊？黑喂脏黑体面，老虎体面，黑喂，老虎，黑喂，莫吵的啦！耶，通不耶？没有通不名神哈？还没来现通不名神好的啦！好啊！咕，是个最厉害的英雄，是不是出现了嘞？通不严重嘛？该冇通不呢？给抽你，给到了太叔。最勇敢的给少年，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。冇通本，好，靠哪个？有事哎！有叫哎！有凶哎！俺还想我一种通不？咦？通本名神选拍台比开始，人家哈先分享老虎上台。大家好，俺黑老虎泰哥，俺就当家，俺要当太力，大家都係俺萬出之王，請大家投俺一票，什麼大家？三好了，俺分享係會上台。大家好，俺黑黑喂，我会在树上荡秋千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我，我才是最受欢迎的动物明星，请大家投我一票，谢谢。清明，俺分享長江路上台。大家好，俺係長江路，俺請唔好老人家，俺唔想老虎按啊，咩唔想係會按餐，俺請好點點親親呢看定遠方，希望大家投俺一票，因為俺係清定一下嘅長江路，俺是誰？呀哈，請大家開始投票了。要都帶係乜嘅東西呀？俺唔知呢。俺咩唔
题啊。今妹重讲咯，重讲咯，唔爱红今妹唔系黑话，黑话唔爱哇，黑话唱爱叽叽叽。妈，今妹唔系老虎妹唔会喊到按太上。哎呦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是最厉害的恐龙啊！恐龙？呀，我第一摆看到安太长的恐龙。我看到恐龙都不会害怕耶。韩国记迄只有小用嘅恐龙咧。哈，这条哎，你别闹了。给同爱讲。哈哈，嘿，阿飞哥，堂哥，你懂好动物？嘿啊，我很喜欢动物，各种动物我都很喜欢哦。真劲哦！给人来讲，动物变好嘛。OK 啦，没问题啦。猪、牛、虎、兔、牛、龙泉，龙，傻、蛇啊，马、羊、help、给。猪。好讲，阿飛哥，唔係驚我，你嚇我唔咯？好啊，我来考你第一个哈，兔诶，咕咕咕，第二个马诶，咕咕咕，好，第三个各位，咕咕咕。哎呦，你安尼哪有行啦？你三个都是同样的嘛，根本就不是兔诶、马诶、各位，安尼不行啦。我本來就唔係兔誒，唔係馬誒，唔係狗誒，唔講唔出來啊！我就係一隻雞啊！哈哈哈！難呢？紅菇，很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和你在飛啦！感謝收看。